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12月24日，聖誕前夕。基督不一樣生命教會喺呢度祝大家聖誕快樂，又同屋企人啦，同啲朋友啦，有好開心嘅聖誕相聚。讓我哋一齊咧紀念耶穌基督降生。跟住落嚟咧係一首由 AI 協助而創作嘅詩歌，係聖誕歌嚟嘅喎。咁啊，等我哋一齊去欣賞。雪花静静飘荡，灯火点亮街坊，铃声传递喜乐，圣诞温馨如阳。马槽里的小婴孩带来希望之光，耶稣基督降生，深爱永恒无疆。在这喜乐的夜晚，我们齐声赞美，纪念救赎恩恩，领受这份恩惠。圆点的圣诞光照亮每颗心房，不是欢腾迎接救主为人而降，在庆贺的时刻纪念主的慈爱，伸手拥抱领圣，因他与我同在。圣诞快乐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分享恩典祝福，让爱延续传递。礼物堆满树下，家人暖心相聚，街角孤独生命渴望一份关注。耶稣怜悯教导，看过贫苦心肠，扶持弱小之处，显明主之荣光。在这喜乐的夜晚，我们献上关怀，回应他的呼召，活出爱的真谛。恩典的圣诞光照亮每颗心房，不是欢腾迎接救主为人而降，在庆贺的时刻纪念主的慈爱，伸手拥抱领圣，因他与我同在。圣诞快乐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分享恩典祝福，让爱延续传递。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爱永不改变，跨越万世千载，让我们向天使传扬救恩消息，在这圣诞季节活出基督心意。恩典的圣诞光照亮整个世界，不是欢腾喜乐，救主今已作王，在每一个时刻纪念主恩深重，帮助身边的人，让爱成为歌颂。圣诞快乐，充满恩典与盼望，耶稣的爱永远不息不止。好中意呢首歌咧，因為佢除咗係我哋一向唱開嘅聖誕歌咁慶祝耶穌基督降生咧，佢仲提醒我哋咧唔好淨係顧住自己啊！我哋要將恩典啊，將呢個信息，將耶穌基督恩典嘅光咧啊，去分享俾咧我哋身邊啦啊，喺我哋或者街頭遇到一啲好貧窮啊、好有需要嘅人。總之我哋自己富足，唔好淨係顧住自己，我哋就要諗下咧，身邊有啲咩人係需要耶穌、需要幫助、需要關懷。我相信咧，呢個其實先係真真正正聖誕嘅信息。今日分享嘅信息咧，其實咧係由一位喺台灣嘅林旭志弟兄，佢喺 Facebook 上邊嘅專業嘅分享。咁我睇咗咧，好有感動啊，而啟發出嚟。所以喺度咧，非常之感謝阿林弟兄嘅分享。
林弟兄咧係一位我哋天生咧稱之為有玻璃病嘅弟兄，咁但係佢好堅強，佢不斷嘅喺Facebook 裏邊咧分享佢嘅信仰，分享佢嘅對聖經嘅見解去幫助同埋鼓勵到好多人。咁阿林弟兄聖誕快樂加油！今日我哋嘅分享主要咧就係去講關於耶穌基督肉身嘅爸爸約瑟。約瑟咧，其實我哋睇聖經咧，即係覺得佢真係好低調啊，因為佢好似除咗耶穌出生嗰啲時間之外咧，其他時間都冇提佢啊。但係瑪利亞咧就一路到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嘅時候咧，啊都有講及佢，甚至咧係瑪利亞咧都喺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嘅時候，都喺嗰一班門徒嘅裏邊嘅應該啊。但係約瑟好快咧就已經消失咗啦。相信約瑟可能係好早就已經係離世啦咁而聖經描述約瑟嘅經文咧真係少之又少，但係係咪因為咁咧，所以我哋就唔需要理會約瑟咧？其實我發覺咧，原來約瑟真係我哋係忽略咗佢好耐啊。其實好多人睇聖經咁幾千幾二千年睇聖經嘅人咧，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約瑟嘅重要性。咁啊，今日就讓我喺呢度分享啦希望大家能夠睇到咧，約瑟其實都係一個咧，我值非常之配得同埋值得我哋去學習嘅對象。馬太福音1章18節，咁就係咁講，耶穌基督降生嘅事記在下面。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即係當時約瑟同瑪利亞就係未婚妻未婚夫嘅關係而當時瑪利亞懷孕嘅時候就冇將個真相話咗俾約瑟聽，所以當時約瑟係唔知道瑪利亞咧係從呢個聖靈感孕，而到後來天使喺夢中話俾約瑟，約瑟先至知道嘅。第19節，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呢一節經文係好簡單，但係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稱呼約瑟係個義人。呢個稱呼喺聖經裏邊唔多㗎一陣間我哋會同大家數下喺聖經裏邊稱呼一啲人係義人究竟有幾多個。咁但係好特別嘅就係咧，佢係個義人，即係換句嚟講係咩意思啊？就係佢對於上帝好認真，對於上帝嘅律法好認真，佢基本上係完全謹守遵行上帝嘅律法，即係佢覺得呢啲係非常非常之重要。而聖經咁樣寫咧，就係一個完完全全遵守律法嘅人。但係咧，佢又唔願意明明咁羞辱瑪利亞，仲要靜雞雞咁咧去幫佢休咗。其實我唔知大家睇到呢句經文會唔會覺得都幾奇怪嘅？咁我哋首先睇下喺聖經裏邊咧，被稱為義人嘅有邊幾個啦？喺舊約裏邊咧有羅亞啦、亞伯拉罕、羅德、約伯同埋亞伯。亞伯咧就係該隱亞伯嗰個亞伯，就俾該隱殺咗嗰位亞伯聖經都係稱佢為義人嘅。喺新約裏邊，第一個被稱為義人嘅就係約瑟啦，跟住就係施洗約翰嘅父母祭司撒加利亞同埋以利沙伯。路加福音記載喺1章6節就咁講嘅，他們義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嘅一切誡命，沒有可指責的。第二位就係西面啦，喺聖殿裏邊等候彌賽亞嘅西面，佢係被形容為咧又公義又虔誠嘅。路加福音2章25節。而最後一位哥尼流，佢係新約裏邊咧第一位受洗入教嘅入基督教嘅外邦百夫長。聖經稱佢係一個義人，敬畏神，猶太通國都稱讚。咁我哋睇到咧，被聖經稱為義人嘅特質咧，就係遵行主嘅誡命啦，公義啦，
敬虔啦，敬畏神。咁約瑟當然一定係咁樣嘅。喺天使未將真相話俾約瑟之前，佢會點諗瑪利亞呢？如果係你又會點諗你嘅未婚妻呢？咁你一定係懷疑，唔係都未必係懷疑啊！見到佢大肚啦嘛，咁一定係相信佢係犯咗奸淫。而喺當時以色列犯奸淫咧，呢個係律法嚟講咧係非常之嚴重嘅一個過犯，係咧要被石頭打死嘅。而佢嘅未婚夫約瑟就係最有資格處死瑪利亞嘅人，但佢有冇咁做啊？佢冇喎。啊，佢不願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係點解啊？就係因為咧，約瑟唔單止遵守神嘅一切律法，佢更有恩慈、憐憫同埋愛啊！佢唔單止係好信服、好嚴謹咁樣咧去執行神嘅教導、神嘅説話，佢更加體貼明白神嘅心意嘅。神嘅心意係點㗎？啊！神除咗有真理、有公義咧，係更加有恩慈、憐憫同埋愛嘅喎。所以耶穌基督先至會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佢嚟到呢個世界，佢第一次嚟到呢個世界唔係嚟審判我哋喎，佢係道成肉身，然後上十字架為我哋釘身受死，去拯救我哋。呢啲係完全因為神嘅恩慈、憐憫同埋愛啊！所以你哋依家明唔明白點解神揀選約瑟做耶穌嘅肉身父親啊？其實就係要耶穌喺一個敬虔但係充滿恩慈、憐憫同埋愛嘅環境中成長。約翰福音1章14節，約翰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其實有恩典有真理就係真理。呢個真理就係我哋唔好淨係顧住講道理。我哋咧一定每一個道理裏邊咧，我哋都要有恩典、有恩慈、憐憫同埋愛喺背後㗎。同埋約翰講出就係恩典，甚至比真理、比道理更加優先。我哋跟住落嚟咧，用另一首 AI 幫助創作嘅詩歌《恩慈之光》去沉澱同埋反省下約瑟嘅生命，同埋當時佢要面對做呢啲抉擇嘅難處，好冇？寒風吹過荒涼的午夜，你的顫抖落在我的眼睫，綠髮像冰雪，寒冷而決絕，我卻只想為你擋下一切。我是一人本該轉身離去，但我不願讓你受到委屈，聽見內心深處溫柔的聲音，那是憐憫蓋過了所有規矩。愛是悄悄守候，不讓你卑微，愛是用我肩膀擋住寒風吹，就算眾人舉起頂嘴的石頭，我願伸出雙手輕撫你的愁。愛是包容，是為你去承擔，在恩典裡誰都不該獨自孤單。夢中星光點亮了迷惘，不再驚恐，不再感到彷徨，
将成為聲音地上的父親，用着溫柔守護救贖的黎明。誰能無罪聽胸評論是非對錯？恩賜是在軟弱中尋回自我。我將教導孩子如何去愛人，像我如此憐憫世上的傷痕。耶穌會看見約瑟沉默的肩膀，學會了如何替罪人擋住風霜。約瑟的愛是他最初的榜樣，讓這份疑惑出溫暖的榮光。這份恩是照亮幽暗的巷弄，跨越時空依然叫人感動。我們都曾渴望被溫柔接納，像這聖誕救恩降臨在人家。聖誕的愛是願意寬恕的臉龐，約瑟的愛是那道最美的恩賜之光。我會在這裡守護你，看着孩子慢慢長大，在恩典裡，誰都不再孤單。孤單。我哋其實真係要去學習，唔單止學習耶穌基督，同埋要學習約瑟，有真理、恩慈、憐憫同埋愛嘅生命。其實真係唔容易㗎。可能大家都會問：誒咁點樣可以學得到啊？咁我哋試下嘗試從一句中國古代嘅教導開始，好唔好？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叫做律人寬，律己嚴。個意思咧就係我哋咧要規律自己，我哋咧要做啱嘅事，做應該做嘅事。對於自己嚟講咧，要嚴格嘅去遵守，嚴格嘅去遵行。但係對於其他人咧，我哋就要寬容嘅。我哋唔好攞自己咧嗰啲道理咧，係一定要人哋都跟住去做。我哋咧要體諒人哋，要包容人哋。我相信從呢個開始咧，我哋一步一步咧就可以學習到耶穌同埋約瑟有真理、恩慈、憐憫同埋愛嘅生命。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親愛嘅主耶穌，親愛嘅天父上帝，親愛嘅聖靈，三位一體嘅真神，你真係好奇妙。你喺聖經裏邊對我對於我哋嘅教導真係非常之豐富、奇妙同埋偉大。係雖然咧描述約瑟嘅生平真係好短好短，我哋好多時都睇漏咗、忽略咗，我哋淨係睇到約瑟喺耶穌基督出生嘅時候嗰啲事蹟。但係我哋忽略咗喺耶穌基督出生之前去做呢個決定，其實正正就係顯明到上帝你點解揀選約瑟成為耶穌基督肉身嘅父親。耶穌基督去喺約翰嘅喺約瑟呢個家庭裏邊成長，好明顯佢就可以學習到可以睇到約瑟呢一個充滿住恩慈、充滿住憐憫同埋愛嘅生命。另一方面，佢亦都睇到約瑟係一個非常之敬虔，同埋咧係願意謹守遵行上帝嘅誡命嘅人。主啊，我哋咧係真係好感動，你今日咧讓將呢個真理揭示到俾我哋。求你都幫助我哋能夠去學習到，讓我哋嘅生命都好似約瑟，好似耶穌基督咁一樣，有真理，但係亦都有恩慈、憐憫同埋愛。我哋誠心希望呢一個就係我哋今年聖誕節嘅祝願。多謝上帝，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咁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今日嘅分享結束，再見。